精子係呈蝌蚪狀嘅微細雄性生殖細胞，人類精子係男性體內最細嘅細胞，佢總長度大概係50微米左右，而頭部僅有5微米。佢直徑係人類卵子，即係女性體內最大細胞嘅20至60分之一。精子嘅唯一但至關重要功能係將遺傳信息傳至女性卵子，達至受精 fertilization。同我哋體內大多數細胞唔同嘅係，透過顯微鏡觀察，成熟嘅精子細胞具有流線型嘅結構，可以分為3個明顯部分，分別係頭部、中段同尾部。頭部係載體，細胞核裏面攜帶住23條染色體，而覆蓋喺頭部前端嘅係頂體 acrosome， 係一種呈帽狀嘅結構，佢裏面含有專門設計嘅酶，能夠分解卵子嘅保護性外殼，令精子能夠進入到卵子裏面。中段係引擎室，裏面含有大量嘅線粒體，即係細胞嘅能量工廠。啲線粒體能夠產生 ATP， 為尾部運動提供動力。尾部或者叫鞭毛係推進器，呢種細長好似鞭狀嘅結構，透過來回抽打動作，將精子向前推送到雌性生殖通道裏面。精子係男性生殖器官喺睾丸中裏面產生。精子生成經歷2種連續過程，分別係精子產生 spermatogenesis 同埋精子形成 spermiogenesis。精子產生係指精子形成嘅整體過程，發生喺睾丸嘅生精小管裏面。整個過程大概需要64至72日度，源於一種稱為精原細胞嘅原始幹細胞。透過一系列嘅幹細胞分裂，包括咗有絲分裂同埋減數分裂，呢啲幹細胞不斷分裂之下，最終令染色體嘅數量減半，亦稱之為精子母細胞嘅原型細胞。而呢啲精子細胞呈圓形，同蝌蚪形狀出現唔同，所以佢目前冇辦法能夠游動到嘅。精子形成係精子發生過程嘅最後階段，亦稱為重塑階段。喺精子形成過程裏面唔會發生細胞分裂，相反，圓形嘅精子母細胞會經歷劇烈嘅形態變化。呢啲圓形細胞會轉為流線型能夠游動嘅精子。睾丸酮素 testosterone 係男性性荷爾蒙，呢個係一種主要由睾丸嘅內蒂希細胞所產生嘅雄性激素，佢喺男性生殖系統嘅發育、維持同功能扮演住核心角色。喺男性生殖器官裏面，睾丸酮素有助於睾丸、陰莖同附屬腺體等組織生長同發育。喺青春期，睾丸酮素對男性嘅身體嘅影響包括咗聲音變得低沉、體毛開始生長、肌肉量同骨質密度增加、男性體型逐漸形成。男性生殖系統主要由下視丘、腦下垂體、生殖腺 HPG 族所調控。呢個一個由下視丘、腦下垂體同睾丸共同組成嘅協調荷爾蒙系統。呢個過程始於下視丘，喺嗰度促生殖腺激素釋放荷爾蒙，以脈衝方式分泌。呢種荷爾蒙會刺激腦下垂體前葉，釋放2種關鍵嘅生殖腺刺激荷爾蒙，包括黃體生成素同埋卵泡刺激素。一旦進入咗血液循環之後，黃體生成素同卵泡刺激素就會喺睾丸發揮作用。黃體生成素作用於內蒂希細胞，刺激內蒂希細胞產生睾丸酮素，而與此同時，卵泡刺激素作用於塞托利細胞，促進精子生成，包括咗精子產生同成熟，並維持睾丸嘅整體功能。睾丸酮素不單止有助於精子生成，仲對全身各處產生廣泛嘅生理影響，所以佢分泌透過負回饋機制受到嚴格嘅調控。當睾丸酮素水平上升嘅時候，會抑制住下視丘釋放促生殖腺激素釋放荷爾蒙，並減少咗腦下垂體分泌黃體生成素同卵泡刺激素，從而防止荷爾蒙過度分泌。而此外，由塞托利細胞產生嘅荷爾蒙抑制素會抑壓住卵泡刺激素嘅分泌，以調節精子生成。整體嚟講，呢個受反回饋機制嘅系統維持住荷爾蒙嘅平衡，確保睾丸酮素水平穩定，同時亦都維持住精子生成。